这个随机攻击的事件了后，总统赖清德今仔日去病院关心受伤的人，嘛指示爱提升快打部队的能力，加强戒备。另外，今仔日伫咧新北芦洲三民高中捷运站外口，有一个查甫人大声喊讲伊有枪，去互顺道的警察当场随抓起来。 总统赖清德嘴大嘴严，和台大病院院长吴忠仁、卫福部长赵忠良做伙来探视受伤的民众，慰问家属，哀悼不幸罹难的民众。总统嘛对伫这件暴力攻击事件内底勇敢的民众表示感谢甲敬意，嘛指示警政署要提升快打部队的能力，到反恐战级。一定要加强部署警力，而且快打部队，一旦有事情发生的时候， 能够及时发挥功能，让民众可以得到保护。事件造成4死11伤。台北捷运讲，新中山到双连线运公园彩顶甲中山站4号出口，梦幻圣诞树按今日开始到2日3天无点火，表示哀悼。警力的部署一定是要让民众看到。 台北市长蒋万安来中山站、中山地下街双连站视察慰安经历，因为最近台北市马拉松跨年这挂大型活动，蒋万安讲各商圈甲人多的所在戒备升级。另外，亲像跨年，警察局已经规划派霹雳小组，另外还向中央申请相关的保安经历。对于接下来大型活动，包括路跑、演唱会，我们也是全面升级戒备，必要。 我们也会有包括安检门等相关措施，不管是中央跟地方的警力紧密结合在一起，更强化整个警力的部署的密度，让欢乐耶诞城能够办得顺利。新北欢乐圣诞城，同款会当看到警员提长枪咧巡逻，好友谊来指挥所了解慰安的情形，讲会强化圣诞城的警力部署，各地当咧加强车头这块所在慰安。 芦洲三民高中捷运站出口，第二日佫发现有查甫人大声喊讲我有枪，引起大家惊讶。放下！干什么啦？警方拄好巡逻警戒，赶紧去甲关心，不过查甫人反抗，警方只好强势该制服，上手铐逮捕，依照恐吓公众罪上法办，记者综合报道。